然后电池2年掉，又快坏掉了，充电都很烫。日文，我看日文，按一下，按右上角，哎，没有了呢，本来还有。我看那个影片呢，看留言，你看留言然后后置，这可以换录影了。再按一下，点那个很方便。你看。另外一页呢，就直接这一页的翻译给你看。看一下翻译。看一下翻译，看翻译。看一下翻译。没错，按你，哎，按后置，哎，不对，按留言，都已经翻译过了，不然那谁要换，要读看看呢。你看哦，按 T2S， 有没有看到右上角 T2S 绿色的 T2S 文件变那个声音？你看它会念日文。无症状no人 gapi yari ani nasuti 不去 makiru 可能性高2 karazu 要请 shitiru ng na I no pa。那个不是 I 啦，是 E 啦 ，nasuti and 无症状 no 人 gapi yari ani nasuti 不去 makiru 可能性高2 karazu 要请 shitiru ng na I no pa。不是 I no ka 啦。是 Inoka， 所以他念日文的是有念错的。Sorry ya so you da suti 无症状 no 人 da suti iru and 不是 I 鲁的 E 鲁的。无症状 no 人 gapi yari ani na suti 不去 makiru 可能性高2 karazu 要请 shitiru ng na I no pa。不是 I no ka 是 Inoka。所以念日文的是有念错的，还念英文呢。USCR 41851283438只有念字母。Sorry ya so you da suti 无症状 no 人。哦，中文还会念，日文还会念，但是有些字念错。英文的话，只有念字母。